好多時，我哋會覺得聰明係代表你賺到幾多、識得幾多，或者解決問題有幾快。但係喺現時呢個咁混亂、充滿不確定性嘅世界，我諗大家開始意識到，其實仲有一種更深層次嘅智慧。呢種智慧係一種感同身受嘅能力，能夠從他人嘅角度去睇件事，唔係將對方當成一個研究項目，亦唔係要破解一道難題，而係純粹出於一份真心嘅關懷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，點解擁有一粒善良嘅心，其實係我哋喺彼此身上可以揾到最高層次嘅智慧，亦係最能帶俾我哋希望嘅力量。你身邊有冇一啲人，好似天生就好明你？佢哋有一種好大嘅感染力，能夠望住另一個人，由衷咁為對方着想。佢哋唔係心理醫生，亦唔係想去醫反好邊個，而係一份好簡單、好真誠嘅體諒同體貼。聖經入面提醒過我哋，人係睇外貌，但主係看內心。當我哋見到有人擁有呢種特質，能夠看穿表面，真正咁體恤眼前嘅人，我哋其實係見證緊一種神聖光輝嘅反映。要跨出自己嘅世界，去關心人哋嘅感受，其實需要好大嘅精神同心靈空間。呢種唔單止係好人，更係一種非常精彩、非常有智慧嘅生活方式。而最令我動容嘅，係當你在一個經歷過好多風浪嘅人身上，依然見到呢種特質。我哋都知道生活可以好艱難，想保護自己，對人有防備心，係好理所當然嘅事，完全冇問題。但如果你見過有人經歷過火煉，身上帶住傷痕，但依然可以保持堅強，依然擁有一個溫柔善良嘅心，嗰種力量真係好強大。我哋甚至唔需要知道背後嘅原因，無論係佢哋嘅經歷、信仰，定係單純每天早上嘅一個抉擇，嗰個點解並唔係重點，重點係佢哋喺經歷過咁多嘢之後，依然選擇去體貼他人。呢份關懷足以改變成個空間嘅氣氛。喺呢個硬邦邦嘅世界，要維持一粒柔軟嘅心，其實需要極大嘅內在力量。當我哋遇到呢種人，我哋嘅目的唔係要吹捧佢哋，或者令佢哋自大。佢哋亦唔係想透過做個好人嚟換取獎牌。相反，我哋只係想慶幸呢個世界上有佢哋嘅存在。我哋望住佢哋，心入面會諗，好感恩呢個世界有你一齊同行，就好似喺鬧市入面見到一個打理得好靚嘅花園咁，單係見到佢喺度，已經令人好開心。呢種係對一個正直、真誠人生嘅一份禮讚。睇住佢哋，我哋會記反起，原來良善係可能嘅。比起消極咁等奇蹟，我哋更想送上最真誠嘅祝福。我哋希望佢哋過得好，因為佢哋嘅存在令呢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如果你就係嗰個人，嗰個無論經歷過咩，依然選擇堅強、保持善良嘅人，多謝你。你嘅價值比你想象中更加重要。至於每一位觀眾，等我哋一齊去發掘身邊呢啲人，好好珍惜呢啲咁罕有嘅寶藏。我哋衷心祝願大家可以過一個充滿恩典、豐盛圓滿嘅人生。下次見，保重。